如果你每日起身第一件事係驚部電動車唔夠電，咁你要睇下呢部 BYD Sea Lion 6，佢唔係純電，佢係一部自帶發電機嘅混能車，佢嘅續航距離有1092公里。佢個設計用咗海洋美學，但我睇佢似係將成個車壇流行嘅嘢塞晒入攪拌機變出嚟俾大家。頭燈似蟹鉗，鬼面罩似藍鯨，甚至有人話佢連 Benz 同 Volvo 嘅影子都有。售價方面只係298980港幣，已經買到呢部中型 SUV，算係幾吸引。機械設計方面呢，佢同 Honda 個套 EHEV 差唔多，基本上係摩打做主力，引擎係用嚟發電。Sea Lion 6咧總輸出有215匹，0到100加速要8.9秒。不過佢行車嘅時候算幾靜，值得一讚。入到車廂會見到有橙色、黑色皮革，仲有個大屏幕俾你調校部車唔同設定，個波棍頭透明扮寶石嘅設計，算幾有誠意。佢仲有通風凳、全景天窗，仲可以用英文廣東話同佢傾偈。混能車好處就係冇電嗰時，你唔使再求神拜佛揾叉電位。雖然佢車重有2噸，但係行起上嚟算幾舒服。如果你係唔中意玩叉電嘅人，Sea Lion 6可以俾到你慳油，同時唔使叉電嘅好處。佢未必係最慳家嘅車，但混能車可以令好多人減去里程焦慮。今日同大家傾到呢度，想睇更詳盡試車報告喺我哋網站有得睇。好，大家走之前呢，記得 follow 埋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Instagram，我哋下一條片再見。